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大家人足欢喜，因为真正足久的时间无转来踮伫拜堂中间。所以即礼拜开始，咱伫礼拜堂内面会当差不多有90几位的兄弟姊妹转来伫咱中间，所以大家人足久无看，也大家人足欢喜。总是呢，踮伫礼拜要开始进前，咱即马过去这3个月嘛有一个习惯啊，都是8点50分爱上线，爱上线。讲爱上线伫网络顶面，所以咱有足侪会友吼，也踮伫即台卡梅拉的另外迄边面，所以咱即马拢爱有几个提醒，都是踮伫拜堂中间的兄弟姊妹咧，咱会记哩手机爱关震动，这原本就是就是手机爱关震动。但是即马袂甲大家讲莫使用手机因为即马手机爱创啥物咧？爱赶紧分享即个连结，互咱的兄弟姊妹。所以有几个动作，咱犹原会当，咱即马就是有90个人会当踮伫拜堂中间，也有真侪人会踮伫线顶，要甲咱做伙来敬拜。所以伫即个时刻嘛，请咱会记哩继续分享咱的连结，互无法度也是还未准备好要来到伫拜堂中间的兄弟姊妹。所以伫咱的频道中间会当继续按赞分享到伫咱的群组，也提醒咱的兄弟姊妹讲，准备爱来做礼拜哦。好所以这个时刻，互咱会当有一段备办心的时间，也会当分享咱的连结到伫咱兄弟姊妹的厝内面。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礼拜要开始，也请咱阁一摆，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你已经带阮，互阮踮伫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虽然踮伫疫情的影响，造成阮无法度实际来到伫拜堂中间参与礼拜，总是也通过科技，通过踮伫线顶，阮会当同齐敬拜。伫这3个月，阮逐个人拢有无共款的体验。愿主上帝，你继续固守整个的台湾，互疫情会当哪来哪得到好的控制，也互阮会当有愈来愈侪人会当转来到伫拜堂中间。自今早起，阮要阁一摆安静阮的心来听候你。愿主你的神运行踮伫阮中间，无论踮伫拜堂中间，也是阮踮伫家己的家，透过线顶的方式要做伙敬拜。愿你的神运行，愿你的神也降临踮伫阮逐人，帮助阮，互阮哪来哪到军队里，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好，请咱备办心，咱阁有几分钟要准备开始今早起的礼拜。
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联邦受尊崇，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请起立，做伙来吟圣诗第15首。万物光明极美丽。徛咧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就因父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做伙来交托体验文。
启应文第34篇，也就是诗篇第146篇。我来刻，请兄姐做伙来吟。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倚靠君王，因一个断气就归土。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放受关监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为永远做王。一个着称赞上主。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诚心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掌管一切，阮的生活、行动、喘气，拢在伫你。上帝啊，你是阮道上的所在甲困难，也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愿万民向你跪拜、感恩，出声称颂你的名。主啊，阮要学了你，因为你值得所有的颂赞。你为着疼阮，道成肉体，来到世间受苦，甚至放杀性命，为阮钉死伫十字架顶，救阮脱离黑暗的关系，无搁再受罪恶的捆绑，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且诚做你所疼的囝儿，阮要学了你。主啊，你实在配得阮一生的敬拜。愿你做阮随时的保护甲帮赞，互倚靠你的名的拢得到福气。我要遵从你的名到一世人。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我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苦求的声。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8节、第14节到15节，以及第21节到23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有法利赛人甲几若个经学士自集就近耶稣，因是对耶路撒冷来，也捌看见伊的学生中有个用俗手在食，就是未有洗的手，因为法利赛人甲正犹太人拢是区集古早人的流传，若无出力洗伊的手，就无食。对过市倒来，
若无洗也无食。因所受来接受的，也有侪侪项，亲像洗杯、罐、东器遐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问伊讲：你的学生无照古早人的流传来行，用石手来食是怎样？伊甲因讲：以赛亚所参语，只能假好的人真正对。照所记载讲，即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若是因的心离开我远远。因敬拜我是空空，因为因用人所命令做教士来教示人。安尼，恁是放杀上帝的诫命，曲折人的流传。14节，就甲叫众人就近伊，甲因讲：恁拢着听我来晓悟。既若对人的外面执个，袂会捌拉三人；独独对人的内面出个，遮个就是捌拉三人。21节，因为对内面就是对人的心出遮个歹念头。私通、偷窃、杀人、奸淫、贪心、邪恶、奸诈、好色、歹目、诽谤、骄傲、猖狂，既若遮个歹，拢是对内面出，也捌拉三人。今仔日老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兴我一粒清灵的心。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听，因带阮，互阮点伫主日的早起，阮会当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要听上帝你的话语。关注你的神运行点伫阮中间，正做阮的帮衬。无论阮点伫什么所在，是点伫礼拜堂，也是点伫阮家己的家，阮拢通领受对你遐来的祝福。愿你丰丰富富临在伫阮。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足久无遮侪人，真正足久无遮尔侪人出现点伫我的面前。伫过去这3个月来，较长的时间拢是我逐礼拜爱对迄台摄影机伫遐咧讲话，因为咱受到足侪限制，对无？咱受到啥物款的限制？聚会的人数需要受到控制，逐礼拜拢咧看即摆到底会当偌济人？过来人甲人中间的距离也需要加较看一时啊。到伫咱家己的中间，咱家己需要做啥物？大家应该拢会晓背啊吧？爱安怎？挂口罩，过来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大家人拢会晓背啊。咱爱个会记咧注意疫苗，是咱拢会晓背啊。咱有足侪规矩点伫这3个月来，咱拢开始足够去遵守。所以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咱过去拢讲吼，食饭前爱洗手，有偌济人有这个习惯？可能医生较点头，因为医生绝对有这个习惯。若是要逐工咧教细囝的过程中间，咧食饭前有洗手无？囡仔绝对安怎？囡仔绝对会袂记。伫咧佚佗的过程中间，伊绝对会袂记你讲爱洗手。有当时啊久啊了后，咱会袂记你原来洗手最重要的，一直到伫现在造成遮尔大病毒的影响的时阵，咱拢一直互人提醒，无论是政府也提醒，去到伫每一个家，咱拢足惯势的，手都已经伸出来啊，手都已经伸出来，准备要消毒。所以保持一个卫生是现在咧对抗疫情一个真重要的关键。所以有洗手无洗手，看起来是一个卫生的问题。若是安尼，点伫这段圣经内底，伊到底想要讲啥物？
有洗手无洗手，敢真正遐尼重要吗？咱看到一阵对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甲遐个经学教师，因看到一项事就是啥物？因看见耶稣的学生安怎？要食饭无洗手，看到耶稣的学生讲食饭无洗手，所以因就挑故意要来问耶稣讲为什么？为什么你的学生会用未洗的手，都是用无清气的手要来食饭咧？因敢真正咧表达一个防疫的问题吗？因重点敢真正是为着要防疫？当然毋是啊！为什么因要洗手？为什么因会有遮尔济的规矩？上主要的问题是，因透过遮尔济的规矩，要表达一件事，要表达我是犹太人。用遮尔济的规矩，主要要表达是我是犹太人，所以我爱洗手。我去街仔路顶面买物件转来嘛爱清气，爱洗遐的杯啊、罐啊，遐的物件全部拢爱洗好清气，代表啥物？我是犹太人，我是清气的，我无捌着遐个垃圾的啥物？垃圾的人，无捌着遐个垃圾的物。所以犹太人真要紧，遮的规矩主要是要表达我甲恁无共款哦。阮是犹太人，阮甲遮的外邦的人是无共国的人，所以因足强调即项事啊。规矩对因来看是非常重要，因为透过遮个规矩表达因的身份。当然，规矩毋是无意义的事啊。因为咱嘛定定照着规矩爱建立教会，教会有教会规矩，社会有社会的规矩。伫现在政府嘛有真侪无共款的规矩，为着要保护人的性命，所以规矩本身毋是问题，总是对遮的犹太人来讲，啥物是问题？将规矩当成做是唯一的真理，安尼就出问题啊！将规矩当作是真理，就出问题啊！伊开始咧看讲，啥物人无遵守规矩，啥物人无做好，所以因不断，若亲像一个纠察队共款，踮伫逐工的生活中间，遮的法利赛人、遮的经学书一出现的时阵，因就若亲像纠察队，一直咧掠，啥物人无做好。耶稣甲伊的学生。上界重要就是耶稣甲伊的学生一直咧每一个人讲的是，人的心才是重点。人的心到底是毋是倚滚上帝？人的心到底是毋是真实咧敬拜上帝才是重点。总是遮犹太人将规矩看作是因生命中间上界重要，因为因要坚持的是我的身份、我的地位。尤其因对倒位来，咱有注意到无？因对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代表的就是阮上悬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要表达的是一个完全无法无拍破、袂当所拍破的一个中心。因对耶路撒冷来开始咧讲即件事。耶稣安怎回应？当遮的人来质疑耶稣讲：你的学生拢无洗手。无洗手就要食饭的时阵，耶稣到底安怎回应因呢？耶稣用这段以赛亚的话甲因讲，以赛亚讲的话是：恁假好的人，恁是假好的人，因为照记载，遮的百姓安怎用嘴唇咧尊敬我，若是因的心离我远远啊。遵照足侪外在规矩，若是无家己心真正愿意接近上帝。心要倚滚上帝，一切拢是空空。这3个月来，咱一直咧适应无共款的规矩。前礼拜我甲一个医生咧讲话，这个医生踮伫病院中间咧服务，伊就甲我分享讲吼，伊讲无事，老实讲，我袂惊讲家己得着 COVID-19。伊讲伊袂惊，我听伊安尼讲，我就感觉哦。你这医生真勇敢呢！伊讲伊袂惊，但是伊继续佫讲咧哦。伊讲其实老实讲，得到 COVID-19 尤其咱现在佫注疫苗，台湾的医疗某一个程度算是真进步。
咱大多数的人袂有啥物大代志。但是重点是啥物？是得到 COVID-19 了后，咱的生活需要面对足大的改变。因为咱若是确诊，就安怎？就要开始互人关啊，对无？咱若是确诊，就要互人关起来。踮伫我家己的厝内底，我嘛无法度甲我的亲人做伙食饭，无法度甲我的亲人做伙讲话。讲照规定是一人一室，连迄个卫浴设备拢爱踮伫一间房间内面，逐工的生活都受到控制，无法度搁出去。伊讲伊感觉得着病毋是足严重的事，但是足严重的是，人就开始需要互人关，无论是关14天，还是关偌济天，咱的生活开始有足大的改变，无法度甲人讲话，无法度甲人接触，我一切过来，我的病人要安怎？我有足济病院中间，我看足济病人，我这个病人到底要安怎？我的工作会受到影响，所以伊咧甲我分享讲，其实上恐怖的是咱咧面对一个咱袂习惯的生活方式。确实，踮伫这3个月来，咱嘛一直咧看讲，即马指挥中心阁有啥物新的改变无？一开始咱会记哩讲，拢无法度实体的时阵，内底敢若会当几个人无？一开始敢若会当5个人，所以逐礼拜连教会要准备线顶礼拜时阵，阮拢爱算讲，阮即马到底偌济人？迄个 PowerPoint 一个，直播一个，司琴阁一个，牧师阁一个，阁来咧，司会阁一个，这到底有犯法无？大家人都开始在讨论，所以这5个到底是有没有包含5啊？到底有迄个5无？后来就慢慢咧解释，就足侪咧解释。法律的人走出来讲，袂使。伊讲5人以下就是安怎？敢若会当死的。佫继续，所以有教会就开始一直咧讨论这个问题，嘛开始甲政府讲，到最后政府讲，工作人员会当稍微放宽，但是距离爱共款社交距离要加大。迄是5个人的时阵，逐礼拜拢足紧张的。逐礼拜拢会足紧张，讲即马到底是有犯法无犯法？对5个过来咧，5个人已经经过足长的时间啊，总算到伫差不多1个月前，对8月份开始讲偌济，50个人，到伫8月份50个人，所以对8月份开始，总算牧师会当免干那对一台摄影机咧讲话，总算有开始渐渐有人出来啊。到伫即礼拜是偌济人？毋是99，即礼拜是80，是爱写防疫计划才会当到99。所以咱伫一直变化的过程中间，咱看到足侪限制，足侪限制。当然，咱会遵照这的规定，但是咱准备好啊，过来的问题是啥物？咱厝边隔壁的人敢准备好啊？检测咱准备好啊，但是厝边隔壁的人若是未准备好，咱嘛看到侪教会面对的问题是，开始有人入来了后，厝边隔壁就开始去检举，咱就一直咧面对讲，到底到啥物时，咱才会当恢复踮伫正常？其实咱认真来想，咱自一出世到现在，敢毋是安尼？咱嘛是受到足侪规矩所建立的。咱是受到即个规矩所慢慢长大的，对囡仔出世就开始，爸母爱安怎建立伊啥物时阵食奶，啥物时阵去困，所以爸母开始建立一个囡仔的规矩。到伫囡仔渐渐大汉了后，咱嘛去学校，去学校中间也学习侪无共款的规矩。其实规矩是重要的，因为规矩帮助咱认捌家己是啥物人。但是对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上大的问题是，因将规矩当作是全部，将规矩当作是要展现我家己身份的一个工具。所以到上尾也是我有遵照这个规矩，所以我是一个袂歹的人。
我是一个比别人搁较好的人。重点是安尼，规矩是要帮助人，毋是要限制人。但是因为这个规矩，咱遮的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哪亲像派一做加入踮伫家己的性命中间。咱袂受乖，但是有当时人嘛安尼，敢毋是？人会派足侪加入踮伫家己的派的身上。咱会受到足侪限制，咱看袂到自由的世界，咱敢若看伫即个规矩中间，看无家己到底咧讲啥物。所以耶稣对因讲：，恁一直咧接受人的传统，煞放弃上帝的命令啊！恁一直咧要紧的是遐有守规矩，也是无守规矩，却袂记哩上帝的命令到底是啥物？上帝命令到底是啥物？上帝的命令当然是爱实现疼的诫命。恁敢若一直咧守遐个规矩，总是失落疼的诫命的时阵，煞成做一个真大的压迫。这个压迫逼到人失去自由，这个压迫逼到人无法度真实来跟对主。所以面对这个对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也是文士，因所发出的一期。耶稣讲这段话真重要哦。伊讲对外面即摆安怎？对外面即摆拢袂捌63人啊！对外面即摆拢袂会代志，独对人的内面出的，独对人的内面出的这物件，才真正会互人无清气。对外面即摆拢袂有代志，只有对内面出来的，才真正会有代志。即句话。咱听起来就有道理的，总是对文道来讲，咱有注意到文道的反应无？文道其实并无完全了解这段披露，耶稣要讲啥物？为什么文道无了解？因为文道共款是活伫界线中间的人，文道共款是活伫迄个规矩中间的人。但是人一直活伫规矩中间，人会袂记哩真正的自由到底是啥物？人会袂记你讲，我会当享受上帝所要互我的自由到底是啥物？所以因无了解，因敢若看讲啊，我只要遵守外在一切的教导，安尼应该就无代志啊吧？有时咱的信仰嘛会诚做安尼，追求外在的物件，忽略内在真实来跟对主。外在拢有遵守一切的教导。一切的礼仪，但是袂记哩，到底我的心是安怎？耶稣进一步咧讲，对外面即摆的袂伤人，为虾米？因为一个都出去啊。对外面即摆的袂真正捌63人，但是对内面出来会有虾米问题？对内面出来会有侪犯罪开始发生，无论是偷窃，无论是迄个杀人，无论是奸淫、是贪心、邪恶、奸诈，一切的罪恶拢是对内面出来的。上帝创造人一开始是清气的，总是伫即个清气，就因为即个世界影响、罪影响，咱渐渐捌垃圾，咱渐渐受到污染，咱渐渐无清气，所以咱的心。原本应该是纯洁，是那亲像一个真水的物件，总是却那亲像蒙上一层阴影。咱受到污染，咱无法度活出上帝创造的美好。这敢毋是咱现在整个世界所拄到的状况吗？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美好，总是人的私欲。人一直踮伫遐咧竞争，人一直想要摕足侪物件，人一直咧使用大自然的资源，直到整个世界一直受到污染，直到整个世界开始有病毒的出现。所以定定咱会讨论一件事啊，到底这个病毒是好也是歹？到底病毒是好也是歹？咱就歹去表达到底。
病毒对人来看是好也是歹。咱一科学家开始咧讲，病毒互人的活动全部拢停落来，看起来人受到限制，但是啥物变较好啊？这个大自然变较好啊！原本迄个那亲像要绝种的动物，即马拢转来啊！所以到底上尾啊，咱才发现，原来咱可能才是上大的病毒啊！人可能才是上大的病毒，因为咱受到多影响。这3个月来，咱一直咧学习这个功课，咱咧学习清零啊！我们在学习清零的工作，咱一直咧期待这个环境敢会当是清气的。啊嘛点伫即礼拜，咱嘛足欢喜的，因为有一个人出现啊，啥物人？蔡奇亚名。这3个月来，总算迄个蔡奇亚名嘉玲出现了。即马嘉玲最受欢迎，嘉玲最受欢迎吼。啊，好佳在啊，嘉玲出现啊，咱逐个人开始小可欢喜啊。嘛点伫看到这项事的时阵，咱感觉啊，我可能愈来愈挖近清零啊，愈来愈挖近整个的环境会当拿来拿清气，我会当较自由啊，我会当较自由去到伫我原本熟悉的所在，转到伫我原本的生活。这才是一开始，咱即马是头一阶段小小的胜利。因为缀着后礼拜开始，佫有一个新的考验是啥物？即马学生要开学啊！后礼拜是学生要开学啊，所以学生要开学了后，所有学生、所有学校、校园甲政府也一直拢咧思考，佫煞来，咱要安怎继续行伫即条清零的道路中间？这也诚做咱一个真大的学习。伫这3个月来，咱看起来失去足侪，咱看起来失去我过去外在的物件，我无法度照我的习惯，转来到礼拜堂中间，无法度照我的习惯要怎样来敬拜，敢若会当踮伫家己的家，踮伫家己的厝内底的时阵，咱转到伫上重要的事，我敢是一个会晓祈祷的人吗？我敢是一个会当敬拜的人嘛？我敢是一个会当照着上帝的话语，阮逐日体会上帝恩典的人嘛？过去咱可能需要照着足侪礼仪的方式，足侪团契的方式，帮助我慢慢学习。但是咱嘛学习足侪了后，这3个月忽然间，这个习惯的物件消失了后，转来到伫家己，我怎样继续成做一个会晓敬拜的人？我怎样成做一个会晓尊叹上帝旨意的人？若是安尼，听候到有一日，我要搁一摆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我要搁一摆转来到伫团契的中间，我要活出真实的喜乐，然后甲兄弟姊妹，咱踮伫交陪中间，要展现一个比过去搁较水的敬拜，比过去搁较甘甜的团契经验。所以一个神学家讲了真趣味，一个神学家讲吼，一个人爱真正会晓家己一个人，就是伊讲啊，爱真的会独处啊。伊讲一个人爱真正会晓独处，才有法度甲团体做伙。一个人真正有法度家己一个人处了真好了后，伊才有法度好好甲兄弟姊妹做伙生活。啊，伊讲一个人若是无法度家己一个人，若是安尼，伊踮伫团体中间嘛，袂带来祝福。所以这3个月咱拢咧操练，这3个月来咱拢咧操练一个功课是，搁一摆转来到伫家己的内心，搁一摆咱真单纯通过吟诗，通过祈祷，通过圣经，咱转来到伫我甲耶稣基督的关系，我甲耶稣基督的关系建立好，咱也渐渐伫慢慢清零的过程中间，我准备要甲我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共同搁一摆享受团契真水的关系。要搁一摆，我要认真来服侍上帝。所以，诚做一个敬拜的人，
咱才会当成做一个真实服侍的人。成做一个真实服侍的人，咱才会当成做一个真正会当带来祝福的人啊。所以对内心开始，咱得到圣灵，但是这个圣灵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个圣灵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要搁一摆进入到伫咱的心，清去咱心内底一切污秽，清去咱心内底一切受到污染的物件，真心要看见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歹感觉踮伫生命中间的人，伊敢会当看到真有限的画面。啊，伫看迄个真有限的画面的时阵，人会袂记你讲，原来这个世界是开阔的，原来有足侪水的物件是超越迄个咱敢若迄个真实的界线。这个世界的水是超越迄一切。耶稣一步一步带遮的门徒。一步一步带遮的门徒要行往一个新的世界。耶稣也带你，耶稣也带我，咱要共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伫迄个世界，咱要看见伊的疼，咱要踮伫遐实现伊的改变，也踮伫遐，咱会发现原来是耶稣找着咱，原来是耶稣带咱的敬拜，是耶稣咧带咱头前的路站。做伙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兴我一粒清灵的心，纯洁无瑕疵的心，哪一块画布，添上真侪彩色，河顶的美好，河顶的灿烂，总是慢慢静静，乌云遮坎，大地也受着污染。即块画布的色彩失去光泽，失去清气，也失去完全。取代的是愈来愈多的荒者，是愈来愈多的关伤。人若是袂捌看见一开始的美好，哪有法度搁一摆照着想象力会当翱翔伫天里呢？就算讲有看过、有听过、有食过，迄个已经受着污染的心，束缚踮伫有限的界线中间，敢若愈来愈要紧的是，有遵守遮的界线也无。为虾米无清气？为虾米要破坏遮的规则？喙内面是敬虔，心却离上帝远远，一切拢是空空。兴我一粒清灵的心，会当转到伫上原本的起头。外在威胁无法度搁伤害咱灵魂的清气，内在的罪恶会当无法度搁夺去生命的路。惊治想要掌握、想要掠，小信甲小智的挣扎，也踮伫那亲一个无止境的漩涡当中，伫遮咧苦苦行的时，原来有一日交托甲放手，咱会发现，咱忽然间破框而出。迄日是上帝带咱清灵的时。是清气的时，是互咱搁一摆感受海阔天空的时刻。这3个月来，咱咧操练这个功课，看起来咱的世界受着污染也真久，也踮伫这段看起来侪人一直踮伫苦难、踮伫受苦的过程中间，咱也渐渐，互耶稣清起咱的心。互耶稣清起咱每一个人的心，互咱成做一个真实愿意敬拜的人，互咱成做一个愿意听别人的人，互咱成做一个咱准备好，我要搁一摆
活出真正的自由。踮伫教会中间，我要甲兄弟姊妹共同回应上帝疼的改变，互即份疼充满伫全地，互即份疼搁一摆丰丰富富祝福咱。请咱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踮伫世界的转变，拄着真大 COVID-19 所造成的疫情，阮受到影响，阮也若亲像受到捆绑。总是阮也知，这是上帝你一步一步带阮要看见新世界的过程，互阮会当将家己的罪恶完完全全摆列伫你的面前，互阮感受到你的疼要赢过人的罪，你的疼要搁一摆来清起阮逐人，互阮受到污染的心搁一摆真正清零，互阮要活出上帝你创造人、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主，阮欢喜对这个礼拜开始，愈来愈侪兄弟姊妹转来到伫阮中间，也愿你帮助阮，无论阮踮伫礼拜堂，也是踮伫家己的家，踮伫任何一个所在，求你使用阮、锻炼阮，互阮成做一个真实敬拜的人，互阮成做一个真实跟对耶稣的人。听后，阮会当搁一摆甲兄弟姊妹做伙兴起上帝你的福音，分享你的祝福。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三甲来吟圣诗第586首，既若有人互罪苦楚来信靠交托。
伫疫情的期间，咱的奉献箱放伫礼拜堂入门的所在，请兄弟自由来奉献。若是无法度来到现场的，也会当透过汇款的方式来奉献。即马咱的画面顶悬有奉献的细目吼。若请恁奉献了后，会使敲电话甲用先干事来通知。若是伫顶面无注明的呢，咱会甲当作是有志的感恩奉献。下面咱请牧师来报告。咱有几项事来做报告吼。咱现在防疫计划有通过，所以咱踮伫大礼拜堂内面，咱会当有99个人来到伫大礼拜堂中间聚会。所以咱2场礼拜拢共款吼。所以第一场礼拜甲第二场礼拜拢会当有99个。然后因为咱教会有2边，所以踮伫对面的所在，咱阁有。即马指挥中心是放宽到80个人，所以咱踮伫伊丽莎白，咱伊丽莎白遵照咱的规定，就是嘛是爱1.5公尺，大概是40个左右啦。所以咱一场礼拜大概会当入来的人数是130、140，差不多这个数字吼。所以咱若是兄弟姊妹有准备想要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也欢迎咱会当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目前为止，咱周间的聚会游玩先暂停，因为对9月份开始要开学，所以咱等开学了，若是较稳定，可能咱1个月后会当渐渐恢复咱周间的聚会。唯一干那松大，因为松大是有学期制台南遮的其他的教会的因的迄个拢开学，所以咱是缀迄个总校的制度咧行吼，所以目前干那。松大要开始，其他的拢先暂时小，搁停候一下。咱等9月份若是开学了，较稳定，咱可能10月份会当渐渐来恢复吼。好，搁一项事就是咱游玩巴克利学堂踮伫线顶悬咧聚会，所以若是咱会当家己做一寡准备，好过来。今仔日下晡，咱踮伫线顶要举行巴克利圣经学堂小组长的会议，所以请咱的小组长会当踮伫差不多12点40分、50分会当准备上线，咱踮伫线顶来召开会议。这是松大的部分。如果你是松大的兄弟姊妹，咱伫即礼拜拜三会有一个开学礼拜甲毕业典礼，好过来。奖学金的申请嘛会当来申请，所以会当咱的干事来摕申请表。如果你有符合奖学金的资格，过来咱即礼拜是部会周，咱伫9月12要召开中职会。9月12的中职会咱是实体，所以9月12的中职会，请咱的中职会当转来到伫教会中间来参与中职会吼。过来一个毋甘的消息，甲咱大家分享，就是咱教会饭大哥，咱拢真熟。饭大哥踮伫顶礼拜、顶主日的下晡，踮伫厝内面民主温调吼。目前是家属定伫9月11要举行个别礼拜，但是因为即马个别礼拜共款爱受到政府的迄个人数限制甲迄个距离的影响吼。因为现在咱看指挥中心是到9月6号嘛，这个阶段是到9月6号因为个别礼拜是9月11号，所以可能咱搁停后一段时间。目前定是定迄日，到底要安怎来办？牧师嘛，搁咧甲家属咧讨论，但是确定的是，迄日会有直播啦，迄日会有线上直播，所以嘛，请咱踮伫基督中间，特别为着内情长老甲因全家，愿上帝安慰，踮伫因全家也安慰咱，因为咱逐个人甲伊接触真久的时间，也愿上帝安慰临到伫咱大家。我做以上安尼的报告。好，咱最后来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00首，请咱做伙起立来吟。主敬爱革命。
所在，愿主所托的心是坚定安宁。所在，愿主所托的心是坚定安宁。各地万向主的听堂，亲像等到我醉，以梦无可安眠。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兄弟姊妹三弟弟对打到因世代无煞。阿免。